知你係咪咁樣呢？成日話自己要做某樣嘢，但係就一拖再拖，目標就寫咗一大堆，但結果一樣都冇做過。其實你知唔知你唔係懶，而只係你未識用5秒鐘嘅行動力。Hi，我係書豪，歡迎你翻返嚟8分鐘一本書。今集想帶大家睇一本改變咗全球8萬人命運嘅書《The 5-Second Rule》，作者係 Mel Robbins。喺開始之前，拜託大家幫手撳個 like， 順便 subscribe 埋8分鐘一本書呢個 channel， 支持下我哋呢個廣東話嘅頻道啊！作者係一個美國嘅作家兼演講家。呢本書唔係嗰啲講理論講到天花龍鳳嘅，而係用一個好簡單但係極之有效嘅方法，幫你打破嗰啲拖延嘅習慣，趕走你內心嘅恐懼，令到你有力量去立即行動。當你想做一件事嘅時候呢，你個腦係咪會開始猶豫啊？當你又想去拖延嘅時候呢，咁你就要立即倒數5、4、3、2、1，然後唔好再俾自己去諗，直接行動。作者話呢個方法已經幫咗全球過8萬人揾翻佢哋自己嘅行動力，改變咗佢哋嘅命運。不如我哋一齊嚟睇下心理學點樣解釋5秒嘅倒數係有效呢？我哋大腦裏邊主要有2個系統，系統1就係快嘅思維，係憑直覺嘅即時反應嘅。例如你見到有架車衝埋去你嗰度嘅時候，你就即刻閃開。系統2係慢嘅思維，係好理性嘅，係要啲時間嚟到去分析，但係成日會喺度拖延嘅，對個成效會產生懷疑嘅，亦都會好恐懼一啲未知嘅事。就係當你想做一啲有挑戰性嘅事，例如早過平時起身，要你對住好多人面前講嘢，開始定期做運動嘅時候呢，你個腦就會自動彈出一啲，例如唔好啦，好攰啊，不如聽日先啦。呢啲說話其實係一個自我保護機制，因為唔想你去冒險，而呢個都係拖延同埋失敗嘅元兇嚟嘅。5秒鐘呢個規則就係幫你打斷呢個慢嘅思維，用倒數呢個方法5、4、3、2、1，直接去幫你叫醒呢個快嘅思維。喂，做嘢啦，就係叫佢唔好再猶豫啦，立即行動啦。心理學有個理論叫做 Behavioral Activation， 行動觸發。研究顯示呢個行動觸發呢，可以有效咁樣對抗抑鬱症、拖延症。方法就係首先做動作，之後你嘅情緒呢就會跟住去噶啦。我哋平時嘅諗法就可能係等我有動力先至去做啦，而行動觸發呢就係叫我哋做咗先，動力呢就會跟住嚟噶啦。就好似打機咁樣，你唔係等到有 feel 嘅時候先至去開機噶嘛，而係你要開咗部機，跟住打幾分鐘之後呢，你嘅動力就會跟住嚟噶啦。5秒鐘規則主要佢有3個嘅重點。第一，當你感覺到要做某件事嘅時候呢，例如你朝頭早要早啲起身，或者你要去做 gym， 又或者你要去打一個電話嘅時候呢，第二就係即刻倒數5、4、3、2、1，跟住第3就係唔俾自己繼續再諗，叫自己快啲去做嘢啦，喐手啦。重點係唔好等自己有 feel 先至去做，亦都唔好俾自己諗咁多，唔好俾自己有機會去拖延。Tracy 係3個小朋友嘅媽媽，佢老公長期都要返夜班，平時喺屋企所有嘅家務、照顧小朋友、煮飯嘅工作都落晒喺佢身上。每日嘅朝頭早，佢個鬧鐘會響3次。佢都係拖到最後一次先至會爬起身，搞到佢成日都遲咗送小朋友返學校，自己又冇時間食早餐，搞到成日頭暈眼花。有一日，佢朋友介紹咗佢用呢個5秒鐘規則，
當鬧鐘一響，腦裏邊即刻浮現咗5、4、3、2、1，跟住佢即刻彈起身，唔俾自己再諗咁多。當 Tracy 佢第一日做到嘅時候，佢都覺得好不可思議啊！因為佢自己唔再糾結喺仲可以瞓多幾多分鐘呢？呢個問題身上，佢直接行動。跟住2個星期後，佢唔單止每日都可以準時起身，佢仲可以預留少少時間俾自己做啲伸展嘅運動，精神同心情都比以前好咗好多。阿 Ben 佢係 IT 公司嘅工程師，因為要長期坐喺個 office 裏邊，所以佢嘅體重超晒標，醫生就建議佢快啲去減肥。於是佢買咗1年嘅健身會籍，但佢每次放工都同自己講：唉，今日太攰啦，不如聽日先至去啦。有一日佢睇完呢本書之後，佢睇到呢個5秒規則，佢就應用咗喺佢自己身上啦。當佢放工返到屋企嘅時候，換好衫，跟住坐喺床邊，心入邊數5、4、3、2、1，一數完唔俾自己再去猶豫，即刻攞鎖匙出門口。開頭只係去健身室嗰度踩10分鐘單車，之後就慢慢加長個時間。3個月後，佢唔單止減磅成功，佢仲養成咗每個星期做3次運動呢個習慣。阿強佢開咗間小型嘅清潔公司，佢為咗要幫公司揾啲新嘅客，所以佢要主動去打電話俾啲唔熟悉嘅物業管理公司。但係佢每次打電話之前，個心都會卜卜跳，跟住成身不停流汗，成日都拖到最後嗰刻先至去打電話。有次佢個朋友就教佢：你唔好諗咁多，你數5下就即刻打電話。跟住佢就將每個客戶嘅電話就寫喺個白板上面，每次打電話之前就數5、4、3、2、1。一數完就即刻撳掣打電話，唔再俾自己有時間去諗究竟對方會唔會拒絕我呢啲嘅問題。2個月後，佢已經可以一日打10幾個 cold call 啦，仲成功揾到2個大客，生意亦都開始上咗軌道啦。喺度分享啲小貼士俾大家，你可以用啲 post-it 貼喺電腦啦、雪櫃啦，或者你廁所嗰塊鏡嗰度啦。裏邊就寫住5、4、3、2、1，行動。等你可以日日睇住，日日去提醒你自己。當你用手機校鬧鐘嘅時候呢，個名呢可以改做數5下就做啦。等你每日起身都可以睇到佢，可以用一個做實驗嘅心態，唔使完美嘅，只係試下嘅啫。唔成功其實都唔緊要嘅，最緊要唔好俾佢停。總結就係呢5秒鐘其實係改變你一生嘅開始。你唔需要再等天時地利人和，唔需要有完美嘅計劃，你只需要有5秒鐘嘅勇氣，加上5秒鐘嘅行動。當你下次想早啲起身，或者要開口表白嘅時候呢，記住即刻數5、4、3、2、1，跟住即刻行動就冇錯㗎喇。多謝你收聽8分鐘一本書，我係書豪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係幫到你嘅話呢，麻煩你幫手撳個 like， 順便 subscribe 埋我哋8分鐘一本書呢個 channel， 記得 share 埋俾你成日話想改變但仲未喐手嗰啲嘅朋友啊。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